ค่ะทุกคนกินส้มตำนี่อันนี้ไข่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กินไปแล้วนะ把表面这个要有东西长长的要有的那不要看， อร่อย 那干嘛？那我最喜欢里面， แค่หมูสุดตัว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ลยเลย 那吃对你们这个卖，你主要你 อร่อยมาก 你这把子要的，啊，就这样，我讲的，我明白，我有一个如果去抢我觉得我要จำแค่หมู 也没钱，如果你在这边要不在里面，那咱就可以吃个水果去，有那不水果不是？ แต่ว่าเผ็ดถึงใจมากเลย 哎呀，怎么这样来？你看怎么着？你要，多多。我们要把皮给我照样，是照样，现在不把这毛我真的吃了，我看了，我一看这个，真的这样。啊，皮肤这个多少钱？我要吃。看这个多呀！你忙着在家就忙了嘛，挺不容易。我晚上我再也不干。อร่อย 明年。今天来，我要这边弄，也才这2天。要你这边2天，因为你那边我这我面前那两个可能有点哎，这一块哎，这也没明年，明年时间。这个车感觉我给便宜。你这话我这管完你了，还不着急。เหรอ 接主要我也是你，就是这样这样子。 หมดแล้ว 你要看这高兴啊，酒有啊，钱呀，我这价格这个买1块钱，这挺好看。